1分鐘教識你一個手錶知識，錶戴得耐，呢度幾條痕，嗰度崩一忽，在所難免嘅。但係就千祈唔好立亂揾人打磨，因為顏色冇咗可以補，齒輪冇咗可以換，但金屬嚟磨走咗咧就生唔翻出嚟嘅。好多人為咗快，電機一落10零分鐘花痕冇咗，係，但同時隻錶都冇咗，係物理上俾人磨走咗。所以正確嘅做法其實係先用機放大啲凹位同埋花痕去睇，再評估下佢哋嘅面積同埋深度，係補咗先定直接磨。如果要補咧，可能要用到激光，用同款嘅金屬一層一層咁補上去，補完之後再用粗磨還原形狀，用幼磨還原線條，最後做埋拉絲做拋光。所以真正嘅打磨係有計劃地、有藍圖地去進行嘅。而根據非正式嘅統計咧 follow 開我哋嘅人咧，佢哋嘅錶係相對冇咁容易花嘅。如果仲有疑問，不妨直接帶埋隻錶上嚟傾傾啦。